好，咁講下啲上錯嘅部分啦。好，咁啊第10頁啦。佢咧好中意問你假設嘅，喺呢課嗰度。咁佢咧就譬如咧有個咁樣嘅裝置咧，咁啊收集啲氣泡啦，係咪？咁咧佢就攞啲個氣泡個體積嚟到當係嗰個光合作用率咁樣。咁佢成日就問你要作啲咩假設咁樣。嗱，假設係咩咧？假設唔同假説喎。假説咧就係一個答案係可能係錯嘅嚇。假設咧就係咧你盡咗力做個實驗㗎啦，我跟足步驟做㗎啦，但係咧仍然未能夠反映緊嗰個實驗嘅全部。譬如我已經咧係好小心地咧睇下佢每小時產生幾多個氣泡㗎啦，但係點解都仲係計唔到光合作用率咧咁樣？咁咧呢個係個實驗嘅缺陷啦。OK， 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忽視咗個缺陷咧，先至可以攞嚟到計嗰個光合作用率嘅。譬如咧，咁佢產生幾多氧，其實代唔代表到佢光合作用率嘅全部咧？咁你都知道啦，光合作用係有兩個反應嘅喎，有光反應同埋碳固定嘅喎。咁你淨係睇下佢整咗幾多氧氣出嚟咧，其實淨係睇到一個步驟嘅啫喎，淨係睇到嗰個 H2O 有冇拆到出嚟變咗 O2 嘅啫，因為呢啲 O2 嚟㗎嘛，係咪 ？OK。咁其實你有冇計到佢卡爾文循環嘅速率咧？就冇啊，係咪？咁我咪忽視咗，冇計到咯，係咪啊？咁所以咧冇辦法㗎嘛，我哋真係睇唔到佢卡爾文循環嗰個速率㗎嘛。你有冇更加好嘅方法啊？除非成個實驗設計過嘅啫，我直情咧睇下塊葉入邊有幾多澱粉係啱啱新產生出嚟嘅，咁都唔係唔得嘅。咁不過就唔係一個簡單嘅實驗，係一個好複雜嘅實驗咯。咁如果我用咁樣嘅方式嚟到計光合作用率咧，就一定係錯㗎啦。不過其實光反應某程度上都代表到光合作用率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嚟嘅喎。咁所以我哋咪攞嚟用住先咯。咁所以咧，如果呢個實驗佢叫你作假設嘅話咧，咁我哋就話啦，產生氧嘅速度同光合作用率係成正比嘅，即係話佢產生越多氧，光合作用率就越快啦；產生越少氧，光合作用率就越慢啦。我哋就作咗一個咁樣嘅假設喺後邊咯。咁佢成日都問你假設㗎，一定要識答咯呢啲。做親實驗都會有㗎啦。嗱，我再講一次啊，假設就係個實驗嘅盲點，就係咧個實驗不完美嘅地方。我哋就忽視咗佢，就係個假設啦，得唔得 ？OK， 咁點解要係咁教你咧？我哋 SBA 都有可能做呢啲實驗㗎。咁到時個實驗報告都要自己寫啊，問你呢個實驗作咩假設啊？咁你要識答咯，唔係假説喎，假設喎。好啦，跟住咧就強光呢度做 OK，呢啲都冇乜問題嘅，係。嗱，咁我提翻呢個圖咧，就係咧，我哋點樣揾到嗰個限制因素嘅咧？限制因素咧，如果咧兩條線咁樣疊埋一齊嘅話咧，就即係咧個限制因數咧就係嗰個x 軸。OK， 嗱我講多次啊，因為我驚你唔識解圖啊。如果兩條線疊埋嘅情況底下咧，限制因素咧就係個 x 軸。點解啊？我俾多啲二氧化碳底下佢就會快啲，俾多啲二氧化碳底下佢又快啲。咁如果兩條線疊埋一齊，就係我俾一樣嘅二氧化碳，佢一樣都快啲啊嘛。咁所以個限制因素就係個 x 軸啦。好啦，當兩條線分開咗嘅時候咧，限制因素就係佢側根嗰個東西啦。OK， 得唔得？咁咧呢啲題目好中意叫你指出嗰個限制因素。咁譬如冇譬如啊，總之限制因素就係咁啦。OK， 好，後邊嗱呢個咧，即係我講咗100萬次㗎啦，唔好再寫是對照實驗句號啊，得唔得？可唔可以啊？唔好再寫
是對照實驗，否則對實驗有影響呢啲完全係好虛無嘅答案，唔好寫嚇，寫一個好 concrete 嘅答案嚇。OK， 咁佢就話點解要試管 A？ 試管 A 咧，明明咧就係冇葉綠體嘅，但係有緩衝溶液同有啲 CPIP。咁其實佢係一個對照實驗啦，佢同邊個比較咧？佢譬如係想同下邊嘅 B 比較又得啦，同 C 比較又得啦。咁因為呢個實驗咧就係嗰啲 DCPIP 咧就會退色嘅。咁我點知道佢個退色到底關唔關葉綠體事咧？或者你擺喺度佢都退咧，係咪啊？咁所以我哋就要整一支實驗喺度，擺喺度佢係唔退嘅，咁之後嗰啲結果先至係值得睇嘅。呢個就係個對照實驗嘅目的。咁所以咧，譬如你呢題咁咧，你就要寫啦。設置試管 A 嘅目的咧係咧，確保啲 CPIP 的退色只由葉綠體引起，因為你冇葉綠體就唔退啊嘛。或者你寫咧，確保在沒有葉綠體的情況下 ，DCPIP 是不會自然退色的。係啦，咁樣呢個就係嗰個對照實驗嘅目的啦。係啦，唔好再淨係寫對照實驗，我都知係對照實驗，就係問你點解要設置呢個對照實驗啊？得唔得 ？OK。好，跟住咧，呢條咧啲同學仔答下咧就答亂咗啦，就將個 DCPIP 加咗入去光合作用嗰度，其實光合作用從來都冇要用過 DCPIP 嘅喎。光合作用嗰啲係叫 NADPH 喎，同埋 ATP 喎，冇話要 DCPIP 喎。呢個嘅化學品只係反映緊佢有冇做到光反應啫嘛，有冇整到 NADPH 出嚟啫嘛，係咪？咁所以咧，佢就係話防止佢退色嗰個化學物品可以用嚟抑制雜草生長。如果防止到佢退色啊，即係話防止生成 NADPH 咯。咁冇 NADPH 點解可以抑制到雜草生長啊？咁你就要賴翻去光合作用咯喎，佢整唔到 NADPH。就即係整唔到碳固定，做唔到碳固定，即係整唔到葡萄糖，整到葡萄糖即係整唔到食物，整到食物樖嘢就會死，係啦 ，OK 得唔得？好，跟住呢個咧有一個同學都幾過癮，佢答類囊體啦，咁佢就話雖然光合作用嘅特徵咧，佢就答咧佢係可以容許光合作用之間嘅產物咧透過類囊體，因為類囊體同類囊體之間連埋一齊噶嘛，有啲橋去到交換嘅咁都得，係啦咁都得 ，OK。好，跟住嗱呢條咧就好多同學咧答到一邊咯，咁你答到嗰邊咧就譬如咧。你就話點解跌嗰條線就係嗰個丙糖磷酸咧咁樣，咁但係你冇答到點解調翻轉頭諗啊？點解升嗰條線係另外嗰個？因為佢題目俾5分你兩邊都要答咯，咁所以你其中一分就要答到邊X 係嗰個丙糖磷酸啦，定係 Y 係丙糖磷酸啦？咁呢個係2分嚟嘅，咁你就要答到我點樣喺個圖度睇到呢一樣嘢咯。咁你同我答後咧就答咗三碳化合物啦，嗱。你答三碳化合物咧，我就覺得你咧就比較係背書啦，因為人哋題目從來冇講過三碳化合物呢樣嘢嘅，佢係俾呢個名嚟㗎嘛，咁你唔可以答三碳化合物喎，得唔得啊 ？OK， 係啦，咁光合作用係咁多，好，呼吸作用啦，嗱呢啲基本題目啦，呢份大部分人都攞到滿分㗎，嗱咁不過呢個咧就小心啲答。咁大家都知道線粒體係可以整到 ATP 啦，整到 ATP 就可以產生到能量啦。咁但係我哋要回應翻佢係心肌細胞喎。咁點解心肌細胞要咁多能量咧？係啦，因為佢係個心臟係要收縮同放鬆去泵血去全身㗎嘛，咁所以咪要咯。咁所以你要回應翻佢嘅功能喎，唔好淨係答佢需要很多能量咁樣，能產生很多能量咁就唔得啦。OK， 好，跟住呢個都答得好好啊，可能因為我就應該有提過你點樣做嘅。咁但係 B 咧都仲係有同學咧係未畫線嘅。咁如果你未畫線咧，其實都好反映到第一，你上堂你冇聽，我叫你畫線，
你就冇畫。第二咧就係咧，你又冇間題目，又自己睇漏，係啦。咁啊，人哋明明叫你喺個圖嗰度畫線，你又冇畫，係啦。咁啊，你應該畫條線咧就係、一樣，但係咧佢因為佢Y 呢組人咧就係、跑步10分鐘啊嘛，咁所以咧佢應該血液循環得好啲，佢乳酸會跌得快啲嘅，係咁啊跌，但係佢又唔會跌低過原本喎，原本係1點呢度1嚟噶嘛，即係有啲同學咧會跌到落去0，咁咪唔啱咯，乳酸點會0啫？應該係同原先一樣噶嘛，咁所以應該係跌翻落去原先就係1呢個位，咁就完結啦。同埋你要標示翻呢個叫 Y 組啊，嗱好多同學係漏啊。呢一個你冇標示翻嗰條線係咩嚟啊？好，咁啊，點解佢嗰個跌落去快啲都同大家講，仲有幾個層面都可以講嘅。第一咧就係佢繼續緩步跑嘅時候，佢心率好高啦，咁所以血液循環係快啲啦，多啲血泵去個肺啊或者去個肝度，就快啲分解嗰啲乳酸。第二咧亦都可以答到咧，佢繼續緩步跑嘅時候，其實佢呼吸速率都高啲嘅喎。呼吸速率高啲嘅時候，咪吸入更多氧去分解乳酸咯，呢啲都可以嘅。OK， 好，跟住呢一題咧就點解可以量度到種子萌發嘅氧消耗量咧？通常啲同學咧就答咗佢消耗咗一個氧產生嘅 CO2。就被氫氧化軟吸收，但係好多同學咧係冇講到，其實佢係做呼吸作用消耗咗一個氧，淨係講咗咧佢產生嗰啲 CO2 係會被氫氧甲烷吸收，咁啊唔啱咯。咁佢個氣壓跌嘅原因咧係因為佢用咗一個氧變咗做 CO2 之後 ，CO2 俾佢吸咗咯。其實呢邊啲 CO2 都吸㗎，呢邊啲 CO2 又吸㗎。咁點解呢邊氣壓跌得金啲啊？因為呢邊有種子嘅時候，佢係吸入咗一個氧氣啊嘛，跟住放個 CO2 出嚟俾佢吸咗啊嘛。呢邊就淨係吸 CO2 啊嘛，咁所以呢邊氣壓係跌得高啲啊。OK， 得唔得？咁所以你要答到人哋3分咧，就要答到佢係進行呢題就答雙氧呼吸啦，因為佢消耗氧嘅速率啊嘛，係咪？咁就唔好淨係答呼吸作用啦，答雙氧呼吸。針筒有咩用？大家都答得幾好，係啦。咁不過人哋2分喎，你就話平衡氣壓咁就唔得喎，係啊。咁啊，你起碼都講到咧，嗱呢邊就係氣壓低，咁最終會升啊嘛，係咪？咁如果我想重新做實驗嘅時候咧，我按下針筒嘅時候咧，就可以控制個液面回復翻原本嘅位置啦，係啦咁樣。OK， 得唔得？咁咧呢個實驗咧開始嘅時候咧，最好咧係兩邊係平嘅條線，咁就最易計，係啦，兩邊係平係最易計嘅。如果本身一高一低嘅話咧，就比較難計嘅嚇。咁所以咧做呢個實驗一開頭一定係兩邊係平先至開始，咁所以就要靠個針筒啦。好，咁啊跟住呢啲都冇乜問題啦，都做到啦，只係嗰個單位咧就寫得好差啦嚇，應該係照抄上邊噶嘛。咁咧啲同學就淨係寫咗個 cm 3次方，就冇 h 負1次方，好多好多。好，跟住呢個咧就好多同學話用個間距短啲。間距窄啲，但係漏咗要寫埋重複進行相同的實驗啊嘛。OK， 好啦，冇將嗰個溫度加到35度以上嘅原因咧，啲同學又搞亂咗啦。種子變性，種子係唔會變性嘅，係啲酶變性啊嘛。OK， 咁所以咧，如果你答酶變性就答酶變性，答種子死亡就種子死亡，係啦。咁點解種子死亡佢唔做咧？因為係沒有可觀變化咯，係咪？咁所以做嚟都冇用啦嚇。咁因為你呢個問題可以無限延伸落去㗎。點解50度佢唔做啊？點解60度唔做啊？點解100度佢唔做啊？因為佢見到嗰個呼吸作用率已經係下降啦嘛。咁其實佢係想揾咧最高嗰個溫度啊嘛。咁你見到佢已經開始下降，其實再做落去就冇意思啊。佢唔會突然間再高翻㗎嘛，係嘛？咁所以你就要達到咁樣嘅目的俾人咯。OK。
好，跟住呢一個咧就都答得幾好，係啦，咁啊，因為上堂有啲提示啦，講咗就係佢食葡萄糖係食得最好嘅，因為葡萄糖單糖嚟嘅喎，唔使分解嘅喎。咁佢食麻糖就慢啲嘅，麻糖本身已經係雙糖啦，佢要分解咗變翻葡萄糖先用得嘅，咁所以咧就係出現一個慢咗嘅時間啦。乳糖咧都係雙糖嚟㗎，咁點解乳糖佢係雙糖，麻糖定係雙糖？點解佢完全唔用乳糖咧？因為佢根本就冇乳糖嘅酶，咁所以根本就變唔翻葡萄糖或者半乳糖，咁所以就直情係用唔到攞嚟做呼吸作用啦。因為其實佢係酵母嚟㗎嘛，係咪啊？係咪酵母嚟啊？係啦，酵母啫嘛，好簡單生物嚟啫嘛。我哋就話有乳糖酶啫，其實我哋都未必一定有乳糖酶添啊。即係好多時細個嗰陣時已經冇咗㗎啦。咁所以咧佢更加冇啦，佢單細胞生物，咁所以唔出奇㗎，係咪？好，跟住都做咗啦，OK 啦，唔差。好啦，嗱呢條咧就麻麻地，咁我做嘅時候咧我都有諗嘅。咁嗱呢條線咧係樹嘅光合作用速率啦，咁呢個冇問題啦。跟住咧佢話樹下泥土嘅呼吸作用率咧，其實我自己做嘅時候我就諗緊到底佢係講植物部分啦，定連埋唔係植物嘅部分咧咁樣。咁如果佢講植物部分，咪應該就係講條根咯。如果佢講唔係植物嘅部分咧，佢就講埋啲微生物啊、細菌啊、蚯蚓啊、喺地下生活嘅蟲啊，好多喎OK。咁所以我做嘅時候我都諗，咁但係佢又冇講到佢係一定要講植物喎。咁佢就係話樹下嘅泥土啫喎。咁所以我覺得應該包埋微生物嘅，係啊。咁你見到咧樹下嘅呼吸速率咧係高啲嘅，非樹下即係樹上啦，係咪啊？即係泥土上邊啦，泥土對上啦，咁咧個呼吸速率係低啲嘅 ，OK？咁佢就叫你描述翻啦，咁你講整體嚟講咧，樹下泥土嘅平均呼吸速率高於非樹下泥土，係啊 ，OK？ 唔係喎，佢應該係咁樣，sorry，樹下係講緊呢個係 A 係樹下喎 ，B 係非樹下喎，即係冇樹哦，即係有棵樹同冇棵樹嘅分別，OK，咁啊理解啊。咁樹下我會用根毛嗰個嚟解，有圖用根毛嚟解啦 ，OK 啦。佢話樹下咧係比較多根部嘅，根部嘅根毛細胞係會做主動運輸，消耗很多氧氣嘅，做很快嘅呼吸作用，做吸收嘅，咁呢個絕對可行啦。咁另外你咪講下啦，會唔會樹下有啲好多嘅昆蟲啊、細菌啊？咁呢啲絕對有可能啦，因為我哋識嘅豆科類植物嘅消化細菌其實都係喺豆嘅根嗰度噶嘛，係咪啊？好，跟住然之後咧，佢就話咧，樹下嘅平均呼吸率咧就喺1800之後增加，咁你見到咧就係1800之後咧無啦有一個咁樣嘅升幅喎 ，OK？ 1800黃昏嚟嘅咯喎，黃昏就唔做光合作用嘅咯喎，開始慢落嚟嘅咯喎，咁點解佢呼吸作用高啲咁樣？咁咧就佢題 A 都俾咗題4㗎，光合作用速率上升點解會令到樹下嘅呼吸作用會增加？咁即係你要將呢個呼吸作用同光合作用扯上關係啦，咁都好簡單，即係個關係就係光合作用會整到葡萄糖出嚟，葡萄糖就係呼吸作用嘅受質，咁所以咧晏晝光合作用整咗出嚟嘅糖咧，咁可能喺棵樹上邊啦，喺上邊啦。咁然之後咧，佢就會行嗰個韌皮部運到落去條根嗰度噶嘛。咁啊，梗係要啲時間啦。植物泵亦泵得好慢，佢冇心臟噶嘛。咁所以咧，就令到佢1800之後先增加，即係佢泵落去咧。我諗佢2點整完光合作用嘅產物泵落去，泵咗4個鐘先落到去，係啦咁樣。咁所以咧個時間遲咗嘅原因咧，就係咧啲蔗糖喺塊葉嗰度運輸落去地下嘅根度咧。係需要很長嘅時間嘅，或者你話可能涉及一啲抗碳作用啊，或者主動運輸係需要較長時間，距離很長啊，咁樣都可以咯。OK， 得唔得？好，咁啊呢個就係嗰個提示啦。好啦，咁你而家成本 check 一次有冇改漏症啦，咁跟住改翻正俾我，係啦。咁今堂冇特別嘢做啦，就係呢樣啫。聽日咧我哋會對埋呼吸作用份 MC 嘅。
聽日我哋會對埋呼吸頌同 MC。咁呢課唔同大家默書啊，好唔好啊？咁啊，因為下個禮拜都測驗咯嚇，即係 UT1啦嚇。咁啊，阿默唔默好咧？聽日對埋，後日咪冇嘢做？咁後日默咯，係嘛？禮拜五先考嘛，係咯。咁後日默啦，後日默呼吸頌啦，我依家整啊。OK，好，咁啊，大家改下整咯。